徛台湾看世界，继续来看南韩上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，因的党主席李在明早起来宣布，要辞掉党主席，可能是要专心来投入到6月初3的总统大选。 출발할 때는 험했는데 그래도 퇴임하는 상황에서는 출발할 때보다는 상황이 좋은 것 같아요. 모두 여러분들의 덕분입니다. 이제 또 새로운 일을 시작하게 되겠죠. 虽然李在明宣布辞掉党主席的时阵，并无直接来表明要选总统，但是韩国的媒体报道，讲李在明上紧，明仔载应该就会宣布选总统。根据着南韩上新的民调，李在明的支持率，不管是甲倒一个候选人来竞选，拢以50%以上来打败对方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